好看到了安江嘅天气，了下青叶条系掌为国宝嘅世界，了大部系花莲东埔嘅一个玉里哦。到底有机系嘛嘅？仲有机系咪动性苦呢？了今年了个有机农业促进法通过了后，对种有机嘅农民来讲，到底有嘛嘅意义？出面台会基本系攞到咧了个种保水台面积嘅牛力金，为潮到农民到24条降种了个国宝了后呢，安不4条大家穷下来可以讲，因为了下眼皮去到恢复现场。大家天天讲条咧，都开会讨论嘅现场，今日阿不是条哦，人潮多嫩嫩，因为了下拄好吼系国宝嘅时节，大概农民吼大家都冇喊切菜啦吼，到20条昨天谁做出了下阿不是条大家其中穷下，对好好的关心，大家阿慢辛苦咧做了个有机，台湾嘅有机产业会唔会因为了下手法有喊卡大家进步，会变到喊卡有发展嘅前景咯？今日一并好好的讨论，提前呢为大家少个来宾，第一位来宾少个系农粮署冬季改副署长陈启荣。各位农民朋友，各位村民大会的观众，大家好。分享抢错。第二位来宾的少个系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嘅处长罗文亮罗处长。大家晚安，大家好。分享。第三位来宾呢，少个系台湾有机产业促进协会嘅理事长，也系品科大嘅教授王中和王老师。各位来宾，各位农友。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第四位来宾呢，到那个技术方面就动他嘅田修花莲农鬼虫副冲总蔡怡峰。全国的这个观众，大家好。非常感谢四位来宾吼，那呢个台湾有机嘅生产同动物关系那个密切嘅相关部门来到参加。其实讲到那个动埔啊，我们讲到说，如果要发展这个有机产业，在台湾的农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讲到有机，当然立刻想到就是好山好水改发动体系啦。我们第二年乡亲朋友地毛，台湾的有机产地主要就是在花莲，连下全国总有机改面积到所有通邦水准以内，全国有1700多公顷。那么呢，其中有70%全部都是在那个东半埔地区，宜兰花莲推动，总共呢就有超过1200多公顷，所以重中之重的有机产地就是在东半部，它真的是得天独厚做有机的这种优势条件。那在这个东部3县当中，各位乡亲朋友看到，我们的花莲地区总共是761公顷的这个有机种作面积，又是独占3县的鳌头，所以两下呢。到今年嘅5月份嘅时节，那个立法院正式3读通过的那个所谓嘅有机农业促进法咯。在这样子的有机天堂，立足于东部的优然条件，要来做有机，怎么样更长足的发展？你先跳过下部嘅样片讨论，你样片个进到现场。到谷歌日本主下对动树松，不过国宝近千个种种辛苦，农民全警告，特别系种有机。看好长啊！有几天唔比一般农法，总得食肉个，总得用化学配，本无而自然生长，所以天气毒马该都有。这1-2个礼拜有下雨了，它就长得非常快。你看1-2个礼拜的高度大概是这么高。草尾棒、腐朽肉也会对付。看这些金宝螺，像我们插秧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赶快去把金宝螺剪光的话，隔天插的秧全部会被吃光光了。天气冇做啥，冇食肉个，作物嘅品质、老产量亦开始会受到考验，因为辛苦为拓展有机东南。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戈壁周边的，能不能跟我们走同样的路？但到目前为止啦，会认同的很难啦。
做有机，撇生意唔系事情就很困难嘞。有机会看创数呢，你像掠地背安样出来的水吼，就在做有机啦。啊，你若是讲像掠个台船水吼，无法度啦，因为你莫会摄入的偏音会摄入的啊。突破上涨嘅限制，有機傾向發展轉起，環唔多變，也係全推最大嘅有機食品栽培期。康陽集團產區的話，有機產區的話，它的總共的規劃面積是250公頃。那目前有152公頃是有經過驗證的有機專區。那我們還有一半的這個面積是可以推廣的。我們在這邊40公頃，在這邊跟大家200公頃一起在做，我們的農水路部分獲得到很大的改善。共強化有灣皮界光輝設施，強用嘅耕作方式，避免嘅林田污染，農民做得好好去做咧。唔過，租約是用競標的方式，這樣競標的話，有可能就是如果你把你的地就照顧得更好越好的話，應該理論上就是有越多人想要來投標，對，而且價格也會被拉高。將種嘅好，種到很卡多，大家是環境整體變好。台灣有機農產業發展30年，討論青年常有的提議嘅有機轉法，呢個特別法會帶來乜嘅新球面，東埔嘅有機天通係唔係很較集權咧？哦，該天球困起都真緊很較講哦吼！你講到咧，根本就讓個手材玉里啊，玉里鎮呢可以說是全台灣這個單一水稻種植面積最大的行政區域，光是一個玉里鎮，它的水稻面積有4000公頃。那專注在有機上呢，我們看到其實有機的最大稻鎮玉里鎮當之無愧啊，它現在的有機水稻面積253多公頃哦，這好大的面積。今天的錄影現場來了我們玉溪地區農會的總幹事蔡總幹事來到現場，總幹事你好，我們剛剛看到農民現在是最忙的時候哈，好像這陣子又下雨，跟我們講一下說我們現在農民收割的狀況如何？今年我們很感謝老天爺啦，哦，因為風調雨順，所以讓我們的稻米很豐收。但是到收割的時候，老天爺就小小的為難了我們一下啦，就變成因為常常下午的時候就下雨。割好了以後就準備要碾制了嘛，哈，有沒有開始塞車啊，還是怎麼？哦，有，這一次我跟大家報告一下，不是我們農會不努力啦，是因為大家跟着就是比較集中割啦。我們農會發生有10年以來第一次排隊排到凌晨的時間哦，到半夜2點半都還在收谷子這樣。生意興隆的另外一面來講，其實就是今年這一期稻作相當豐收，然後我們的品質是好的，豐收的好品質啦，這個值得期待。我們先謝謝總幹事，後續再請教你哈。那我想請教，你花蓮染嘅農業處長，你大家都講哦，嗱，東半部地區係最有條件去發展有機，大家都講好山好水麼？應該現場問啦，從具體條件來講，我們到底東部是什麼優勢條件適合來發展有機呢？因為我們花蓮這個地方，剛才講的，它完全是沒有工業的一個污染，在水質的方面可以說是得天獨厚。那另外呢，在我們的整個好山的部分因為我們有一個，左邊是我們的中央山脈，對，右邊是我們的東海岸山脈，這兩個山脈呢，可以隔離很多的這些霧霾，或者是西部飄過來，或者是別的地方飄過來的這一個空氣的污染，所以呢，我們的水質、土壤、空氣都是最適合來發展農業的。在這樣的一個先天條件之下，所以呢，我們的有機的面積可以說是每年蒸蒸日上，幾乎都是100-200公頃在增加。所以問一句話來講東半部嘅有機做了好，也等於係全台灣嘅有機走出品牌。那我們知道台灣其實很早以前就在推動這個有機農業啦，哈。那個這個部分，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分署長啦，哈。其實，在我們今年的5月，立法院正式3讀通過了這個有機農業促進法。那有農界的人士形容，這個是有機農業界呢，這個是非常重要、具有里程碑的一天吶，哈！你能不能跟我們的觀眾說明一下，就我們台灣在針對有機農產業這一塊，從過去比較有法律層級的規範，它的淵源大概是怎麼樣，一路滾進到今年的有機促進法，是代表一些什麼意義？跟我們的農民鄉親說明。今年107年5月30號有機農業促進法3讀通過，然後來公布。
那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哈，这么重要啊！这个是台湾有机农业专业立法的一个第一部法律。是。那在全世界来讲都算是很领先的哈。那以往在96年的时候，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里面针对有机农业大概都是着重在生产管理的条文哈。是。那对于推广或辅导方面琢磨比较少，所以今年有机农业促进法立法通过之后，在辅导推广方面就可以加大力度，也更大力的来推展有机农业。谢谢分署长。所以呢，这个有机农业促进法作为一种特别法，跟过去的那些行政条例比较不一样的，它比较有大的这个强制力或约束力，在跨部会的协调。刚刚我们的分署长说明了哈，这次有机促进法的立法重点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促进推广，第二个就是管理。好，我们透过这一张手版图，让我们的全国乡亲知道。我们的有机促进法大概这一次的这个法大概有什么样的内容？有机促进法在5月份的时候3读通过了哈，全文大概有42条，大概就是分3个层面，一个是促进，一个是验证，第3个是管理。它的投入预算大概4年要来到52亿，目标呢有2个。这个产值，因为有机农业之所以辛苦，就是有它一定的经济意义，所以希望洗捏了后走在又几8几应该散期啦哈。那面积呢？刚刚我们的2位来宾也跟我们说到，以现有7000多公顷，将来要倍至2倍，都15000公顷安翻。那现在我们的有机农业面积呢，占全国的总面积大概不到1%，推了30年，确实推得很辛苦。那希望有所突破，透过促进法有了母法依据之后呢，可以从0.8%整个到2%。其实在全世界来讲，这可能还不算太高，其他的欧美国家可能有5%到8%。不过没关系，我们有志是进程，这样往上做，目标是做到就体一啦哈。再来立法重点2个，一个是产品管理，一个是产业辅导。然后我们也知道，这次在罚则上也特别加重，所以外界有人讲说，是不是这次有机促进法是这个棍子大于红萝卜？待我们好好来讨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尾标是你不是做有机，你偏讲你还真正爱有机，了就会大多了解做有机的农民，所以这个要处罚。然后还有呢，林田污染。这个部分我们要特别拉出来讲，因为呢，做有机农业最幸福改、利用改死亲，可能第一个就是这个产量少，第2个就是农地的林田污染。不过我没有跟做，我不晓得林田污染有多头痛，这部分我要请教现场的农民跟我们讲一下。那我们在安通种当归，从99年度开始申请有机认证，从99年度到104年度都没有问题。是。结果104年度那个认证公司来说，老板，你的田有污染。那你有没有用药啊？我没有啊，从来没有用过啊。哪里来的0.1 ppm 的杀虫剂。结果我说不可能啊，我们这几年99年到那么久了，7、8年了，都从来没有验过，也都没有问题。你知道污染源从哪里来吗？结果我们就找啊，就是一直找，从自己田里面每一寸的去找，然后又一直验，然后后来找到隔壁的。在隔壁的发现那边有一罐有喷药，有惯性喷药，有一罐他们验出来的喷药的药罐。这位大哥请教，你后来被验出说有禁用物质啊，那接下来你种的当归怎么办？我那1年都不能用啊，哇，就整一年的有机认证就不能验证。先谢谢这位大哥，心血就赔掉1年，这多辛苦。我请教这边的乡亲，春日部落我们知道有很多种有机水稻田或者是友善水稻田，我想请问那边的农民乡亲朋友，有没有发生过林田污染的状况？因为我们现在我是小农，是那我们自己都是做完全没有化学的东西在我们田里面，包括化肥我们都不用。是，但是因为林田没有办法去要求人家，没有办法去限制人家，他们一定要做有机农法那他们的这些污染物飘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也很无奈啦。因为我的田租的那个面积很小，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隔离带、绿篱啊、隔离带、隔离带下去，我几乎就没有面积，所以这个有机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只能做友善而已了。是，好，谢谢。那我们也来请教这边还有乡亲朋友了解谁阿姐什么？我们家的作物是咖啡，因为我们是山坡地，那旁边就是林田。有一次就是直接抓到，就是我们会有隔离带的一个区块，就是不采收的。那直接就看到就是林田的邻居直接就是喷洒农药在我们的
我们的地，对啊，因为沟通也没有效果。那如果说这样有机促进法过了之后，那到底是应该罚我们，还是要罚惯行者？对。OK， 这是好问题，谢谢。那我就针对这个农民乡亲提出来的问题，这个我很有心做有机，但是隔壁的林田污染，这好像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办法突破。是的，就在我们这次的有机农业促进法呢，就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长足的一个改变，就提到的罚则的部分。过去刚刚那位农民讲到的，如果呢你被验出了有禁用的物质，是罚你栽种有机作物的农民罚了吗？好，这个部分我先请教我们分署长。从我们这次的有机促进法来讲，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对他们有不友善啊？在这一次的有机农业促进法特别有规定，如果是能够确认是林田污染者免罚。那这个在之前跟96年生产及验证管理法就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一点也是保障我们真正做有机的农友不要受到隔壁林田的污染而遭受处罚。那这一点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将来查出了这个禁用物质是来自于林田，到时候罚的是这个部分，对从事有机者就免罚。至于林田的，它那个就回归到农药管理法等相关法规的适用。教授，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是在亚洲的几个国家做有机也是蛮先驱的哈。他们针对这个做有机农最头大的林田污染，对那个污染的行为者呢，就是会有比较强制的手段。刚刚农民想提到，我真的就是有心做有机，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现况就是有机惯行可能如果不是专区化的话，都是紧邻的啦哈。以我们现在这个有机促进法，只是说好啦，我就不罚你这个被人家这个殃及池鱼的这种有机农我不罚。请问这样子在这个我想要进一步的问，那我们怎么真正杜绝林田污染这件事情？好，我想因为日本他们实施有机农业呢，比我们早30年。那他们社会大众呢都知道，有机农业是一个对健康、对生态很棒的农业。所以他们在3年多以前呢，他们就立法通过，有机的农友如果善尽自己的责任，什么叫做善尽自己的责任呢？如果你做好你的缓冲带，做好你的氯离，当然这个验证机构的稽核员是认可的这样是 OK 的。然后你有敦亲睦邻，敦亲睦邻就是你的有机农田的四周的邻居都知道你在做有机是那再来，当然你有立有机验证的标示牌，你都做到了，那你被隔壁的邻居呢污染了，把你污染了，那你产生的损失呢是由隔壁邻居来赔偿。这样子啊。对，那我想台湾刚刚其实农友都已经有提到，我们做有机呢非常辛苦，所以我都说我们碰到有机的农友，我们都要非常尊敬因为他为我们这一块土地，为我们所有的人呢的健康付出了心血。那农友当然你不要气馁你其实现在你可以告诉你林田的农友，你现在来做有机，或者暂时不做有机，做友善，正是时候我想，因为我们政府单位呢，从去年开始有非常多的预算来补助给你生态补助给你减产补助。那以往是没有的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你是有很大的机会来说服你隔壁的邻居。我们一起来做。是，我们也请教我们在地的这个有机米产销班的这个书记曾国旗先生。曾国旗先生是神农奖的得主哈，该曾先生应该请问一下啦哈，像那种特别天气污染都该情况，其实你最了解，你起到又嘛个建议做的本那个政府，其实也做的要好好转型改善的喏。从我们实际从事有机生产的农民的立场来看，对，现行的这个农业的这个操作模式好像搞成是有机农民跟惯行农民是对立的，因为很紧张，他就是不能喷药喷到你，然后你又怕他喷药这样。如果他没有惯行农民如果没有违反这个农药管理法的话，他是合法的。那但是呢，他喷到我们这个有机田的时候，那有机农民算是倒霉吗？不过现在是不用罚你们了啦。是他，但是呢，以现行的方法，他是被停权甚至以前是失格。然后，它农产品都不可以当作是有机级的用，它的损失更大。在这个权宜之计的话，那当然我们很期盼的是这个促进法通过之后，政府能够助这个有机农业一臂之力。刚才王老师有提到，日本是用
很强硬的这个你要赔那个对哈。那对我是一个生产者讲，一般的农民来讲，好像有一点点很严啦哈，就是说每个农民都是为了自己家庭，为了自己的肚子在生活了哈。这个好像我是觉得应该是有更和缓的方式。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友善的资源，从这个有机田的周边的就是一般的林田，对他做一些鼓励。譬如说，举个例，那我先行给你奖励。对。我给你奖励之后，我可以要求你不可以去污染到旁边的有机田。是。好，然后用渐进式的方式去促成我们要做有机农业是要达成集团的集区。那假设你当年你就加入申请有机，你通过了，你就这一块土地林田的这一块土地就回到有机的奖励模式里面。那慢慢的鼓励，慢慢的运就转成功了。譬如说，现在的友善是给你3万，那我们就给他奖励金3万。是。那第2年他再加入就减少，变成2万。那第3年他才加入就给他1万。是。第4年没机会了。你就用法则来强制来限制它。是。那这样子，我们的有机的区块才会一直变大，一直变大。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保障我们做有机的农民，他不受到林田的污染。刚才罗楚荣该抢门哈，这次的有机农业促进法通过第6条就讲到，在中央的主管机关是我们农委会，在地方就是我们地方县市政府，我们花莲县政府用而以填修了掉现在所谓惯性跟有机建作的2种清孔，用而像曾国旗先生所提到的具体建议，慢慢的把它都拢变成一圈，大家区域化来共同做有机。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公有地跟国有地的部分，它要做一个集团的专区是比较容易的，那如果说是私有地的话，这个要执行是刚才我们曾国旗先生所提的，这个确实有它的难度，所以有机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专区的一个检讨，在这个有机促进法里面是说每年都要来做检讨嘛，看什么区块适合来推，那这一部分我想相关的细节的部分可能还要再去参考其他的地方，看怎么来大家来共同来找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啦。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有机促进法重点就是2个字：促进。怎么样让现在的这基础往上再更成长，从小众走向主流？我们第一个就是针对有机的耕作者，对未来一定要有信心。再来想改做有机者转型的门槛呢，也要更友善。就针对第一点啊，先让现行在做有机的人要对未来更有信心。这部分我请教农改场的这个副厂长，农改场在这个做有机转做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技术上都很大的扶持。现在有没有什么更进步的技术可以帮助农民在做有机的时候是更快上手的？这一点可能要跟各位农民朋友大家报告一下说，这个应该是没有 paper 了，没有捷径了，耐心等待。对，那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有机质的改善，它是要慢慢的去改变。那包括我们的那个有机的环境，整个周遭的环境、生态环境也是要慢慢的去营造。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大概要有2年到3年的时间去做一个改变。是。那改变了以后呢，其实那个土壤有机质你改变了以后，整个生态环境改变以后呢，是。刚才很多农民朋友讲到那个产量的部分呢，它其实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准。所谓呢，做有机小农很难单打独斗，但是大家如果团结一心，一起做这种有机集团栽培的话，它要让整体的台湾的有机农业的发展是更快速的。我们刚刚看到影片介绍的玉里的那个长良农场，它现在是属于退辅会，它就是我们全台湾面积最大的有250公顷的，就是在这边款都你根本流量所才有利。这么大面积的这个水稻田，如果都做有机，然后进一步的再把这些面积都再扩散出去，那这样子我们的是不是就避免那个水田化、林田污染的问题？不过呢，你啊很美，所以我们的这个重点会不会放在这个有机集团栽培区？这个要把这个制度更完整扎实，这样子有机农民可以放手去做，是不是有那么容易呢？我们来听听现场的乡亲朋友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意见。我那块地现在的租约是5+5，就是等于10年的租约。是。对，然后刚刚那个农改场的副厂长有提到，有机最重要的就是土壤改良，对，跟整个有机环境的营造，而且要花时间。对。然后，可是现在问题是，因为这块有机专区的地是由退辅会所
经营的，地主就对了。对，这个国有地是由那个退辅会来经营，然后他现在承租的方式是用招标的方式，所以代表说10年后我又要跟人家再竞标一次。那你就在竞标有什么困难呢？现在就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把这块土地照顾得越好，我里面的水路所有的设施做得越好的话，理论上就是越多人想要来竞标，而且价格会越高。所以租金垫高了，那你的务农成本就增加。是的。那我想再请问一下，5+5 10年，觉得这样不够哈？除非我这个行业我只想做10年，对我来讲我是想要做一辈子的，所以我希望说，如果能有优先续约权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农民一个很大的安心的保障。首先吼，请分署总就讲吼，本隔壁天吼，是农业的喷涂给放心吼，我一路掠按汉摩啦，譬如讲吼，认同呢，掠隔壁天去做惯性嘅，加农业的喷涂爱天呢，会罚吼，会罚去个卖农药店啊，个卖农药本机啊个。哦。你啊农药店管理吼，佢你会负责会教农民吼，会用乜个药个，佢用错吼。你会发隔壁吼，你果仓吼，就会经过发现了吼，该按照旷日费时啦吼。你做有机啊，叫做讲今年哪有纳到认证吼，叫做做的现场补助。该你若肯发现哦，咁你无几多年哦，还无起来吼，该读种有机啊，该就真太损失。政府若有心会退有机吼，你就老讲退了高科技恐龙，吼。你全台湾没法度做吼，我其中你宜兰花莲推动按照半岛有机，你先来做嘛，差不多全台湾1/10个农田你来做。就目前的做有机的面积真的是越来越多，是。可是我相信未来的2-3年会掉下来，因为大家其实做有机，大家都会存在着一种浪漫的思维想法。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你看我做有机，林田污染到了，然后申请有机这一条路真的很辛苦啊。是。我将近第7年才拿到转型，然后转型第4年我又放弃掉了，因为左右邻居不配合。是你也没有办法。对啊，我们也没办法。立法让隔壁啊不要再喷洒农药，怎么样？其实不尽然是这个问题。问题是，如果价格有保证收购的话，公单位能够像农会啦，还是我们的农业单位，如果把有机稻米的价格保证收购的话，其实不用跟邻居讲就 OK 了啦。我不会想去做有机，因为其实。除非有新一代的农民进来，我会推动这个我会愿意去转。像我家里这一块地来讲的话，我已经将近20年没有喷农药，我也没有去申请所谓的有机认证。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说，其实这个很多，我觉得这是国家政策整个架构的问题。现在这有机促进法还不够让你有信心吗？对，我觉得这很多是一个架构的问题。就像彭大哥讲的，这个整体的架构没有处理好的时候，从农药残与消。你如果没有把它处理起来的话，其实这些都不用讲。是，那你只能做所谓的专区，甚至于说扶持一些所谓的有机专班来处理这件事情。可是还是有很多小农他愿意去从事有机，可是这个有机就会碰到现在的所有的问题都会存在。所以其实我看了那么久，最后我都觉得就是说，你要照顾农民的生活，然后。市场上面也要有一个适当的价格去获得这个良善的食物的时候，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推所谓的没有农药的耕作模式。王老师，那有机就是比较高标，我们今天先聚焦讨论有机农业促进，我们怎么样保障这些辛辛苦苦在从事做有机的人他们的农产价值？刚刚我们2位来宾农民都提到了，如果你在末端不能保障我的价值，不能给我一定的价值肯定，我做的这些辛苦还要面临林田污染，那我真的做得好委屈。好。那所以呢，有没有价值？有哦。社会大众其实给我们有机农产品有没有价差？我们的有机农产品大概是惯型农产品的2.5倍到3倍。政府的机制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各行各业，配合政府的政策，我们在运作的过程，如果有产生，我们讲有些时候价格有很激烈的波动的时候，政府
它是可以用公权力投入，因为那都是纳税人的钱投入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做一些救急。但是长远呢，我想我们是应该用保险用相关的辅导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那让做有机的农友，他有尊严，然后他有做有机得到的比较高的一个利润。我想这样的话，这个有机农业才会是永续的。是，所以固然听起来做有机很浪漫，但是那个浪漫是用汗水来支持的啦哈。所以光是第一点，那个做有机的那种用心良苦，那个是值得尊敬。那我们谈这边，我想问一下现场，有没有本来你是做惯型或做友善，那你现在转型做有机，也许才刚起步，想听听看你刚转型做有机碰到什么心得，有什么心情？其实做有机的放翻没真困难啦。其实就去年一起开始开始做家出做的问题添，这问题树上差不多4000人进添。去年的满栋都树上都就5000人进的，5000人进都变成一甲提就差不多8、9千斤树上的啊。我讲我很做得啦，有几天你做放翻你来讲。打天你打偏来透偏来，你4天一병水落去你唔讲粗上挺多啦，你尽量讲你3公斤的放粗，你1公斤都放得来啊。所以你下去都还乐观的讲罗台讲你信不你抢错？谢谢。所以分署长，我整理一下几位客家乡亲他们提到的，有的非常乐观，也有信任，因为他是透过了民间合作、产销合作或者生产合作的模式，得到了一些组织的帮助，所以他在转型有机的时候变得比较容易。但是也有其实做了很久水稻田的农友呢，就觉得做有机太浪漫，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现有的制度其实真的没有完全友善这个有机，所以他没有信任感，也不乐观。怎么样来一并回复我们这个乐观与不乐观的农友？那为了增加有机产品的销路政府农委会这边就积极鼓励学童的营养午餐就吃有机。在东部像花莲县这已经也开办了，在宜兰也开办了，那台东也即将准备来开办，而且原来1周吃1餐的有机，我们会鼓励它逐步增加到2餐等等这样。再来包括各项的团膳。包括国军或是其他一些政府机关的团膳，我们也会率先来鼓励来采用有机等等或者产销履历的产品来鼓励他们使用。那另外刚刚也有农友问到关心到租国有地，目前可能是5+5那有机农业促进法就有明定，这一次在立法通过的条文里面有明定他怎么说？政府的那个国有地应该优先出租给从事有机农业的来做使用，然后并应该给予租金的一个优惠，然后租期应该是要在10年至20年所以等于就延长这个有机农业的这个生产，这个我相信对我们有机农业生产是很重要。那有机农业促进区，这也是这一次有机农业促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条文就是一开始没关系，大家有讲到有一些已经做有机农业，但是还有一些是惯性的，但是我们经过中央跟地方政府来合作，由地方政府提报之后，划设出这个有机农业促进区，那政府就会用鼓励辅导的方式让这些原来做惯性的也辅导他们转做有机。你讲了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有机稻其实我们讲到东部地区有很多非常具有特色在地性的叫做特用作物啦特用作物呢是跟大宗的这个有机稻，他们能不能做有机，或他们更适合做有机？那以我们东部的特殊条件来讲，这些有机的特用作物怎么样在我们现在这个有机的趋势上，真正为农民他们的收益带来更可观的荣景，也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是绝对是好的享受、好的益处。因为这款 Hub 嘅样片，我继续进行讨论。包括风啊、毛毛虫啊都会有，常常会被蛰到什么的，像胡头蜂，一看到就是跑就对了。老本台水大王睇嘅隔壁树夫妻类整理固体，今年期正嘅离经济，往年限2公坡，强下做了6公顷，都牛力查扣上红嘅有机农村，做有机满贵。
日本树儿牛力球友咖比产业，该东西嘅品种经过改良，含可好产好耐用，牛力咖比确实成功市场。产销班列下都系向有机嘅风向类行。7位已经通过有机认证，那有其他的话，我们就是做无农药的检出啦。因为他们有些是可能就是地目上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两代之间还没有很好的沟通。目前有机无安太平，桥上嘅农民到心里并到贴药法、石球法、怪石，也到市场能看图下大概提供作物后，加工自家出品牌，变做高竞争力嘅商品。不过上行吧也会本有机误导。那它的产量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它就会拿其他没有认证的来鱼目混珠，这样一样贴有机的标签，然后价格卖得很贵给消费者。同样系大家，到牛力春日普落一片抢油油嘅按做系竹树，可能冇乜嘅人聽過。佢算係阿米斯嘅民俗植物，從垂染種到天球類，規模生產。葛玉金呢，其实它的产量也蛮高，像他们1分地经济种植都可以到那个8000公斤到1吨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作物。加上呢，它病虫害少，然后呢也不太需要施用有那个肥料。不管做奶粉啊、饮料啊、糖果啊，在制作的过程，它一定要添加葛玉金粉，因为它会浓稠。可是那个时候碍于成本的关系吧，厂商就开始换了起云剂、塑化剂这种东西。转演世界天然食物，高向外发展绿发体业，有几个附加价值变很较多，像咖比、石球法、竹树都系平常会下手，有特殊风味嘅提用作物，本身就当是合作有机，国家上当特别嘅采提示，绝对系有机农业嘅新亮点。摸波头唔伫俩东推湾啊，两个所谓嘅提用作物安进菜吼，老窝老揣摩强俩啲东西啊，动相应分样。其实呢，讲到咧下全国推湾嘅有机天天咧都该发展，就动眼嘅作物品种啦，像俩个果树啊、米啊、呛脆啊、叉米，还有俩下特别为咧下半节讨论的感觉，俩个所谓的特用或者是杂粮作物，关系咧面积下少。不过它是不是因为具有在地的特殊风味，然后它不一样的特色，它可以在这个蔬菜的这个台风季节，它变成是一种很重要的滋阴来源，所以，它来做成有机的这种特用作物，是不是有这个优势呢？我们来看到今天其实讨论的这个玉里镇，我们刚刚讲它是最大的这个有机稻镇，其实呢，在其他特用作物方面也非常的丰盛，蔬菜、叉米、果子，然后特用作物呢就包括各种。当归、爱玉、咖比、石油球发、六星发、优叉、冻豆毒。哈，那今天我们的现场来到了我们县议会农业的召集人，我们潘富明潘议员。为什么我们的农民一直不敢尝试对有机稻作？除了刚刚你听到农民讲他多辛苦，我跟你讲，他一定要比别人更早出门，套炸的出门，做个案我们就被瞪来。是，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的惯性农法，它都是要喷农药的啊，可是他们不喷农药，他就要加3倍的力量。他们要对这个有机稻田啊，或者说这些稻作呢，或者这些农作物啊，他必须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照顾这些。所以你说的最严肃的点，你想讲什么？直接讲出来。我要讲的就是说鼓励取代这个惩罚。那这个惩罚呢，是在这个鼓励之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法律的一个这个后面的一个配套。我想我们今天的专家，我们的教授刚刚提了，我很认真的去听了。事实上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国家少一点政治，多一点爱心，照顾我们全台湾省的老百姓我想这个农作物才会真正的代表台湾是，非常谢谢议员。好，个快凤唔伫现场有俩种俩种提用作物嘅产销班也有咧到现场么？那个反办种系么？嘿，我係退休咗咧以後，我講見簽唔是噴農藥嘅東西麼？嚟做有機，問來問去，全台灣做咧唔是噴農藥愛意。種了解愛意呢，是一種果樹栽培，了解地步叫跪田。佢講了解促進法第6條地步叫講了解飼養群畜，飼養群畜跟家畜進行除草。
你了解向爱着农民讲，你做咧种了解水果了着嘛个，你做咧呢属鸡的属鸭尾了着做得。不过呢，了解农政单位因系统爱搭要现爱看属着鸡的属着鸭尾，讲安尼了做唔得咯。有办讲？唔系邮寄啊？唔系，你有畜牧登记吗？你有牧场登有记吗？其他的法规限制的要做有机哈，安用哈。唔系，我就向我就做有机，我就属鸡属鸭尾，来田属是草是葱。不过呢，你也来看到讲，你属鸡属鸭尾地步，你有没有牧场登记？该就我就上到属几只鸡属几只鸭尾，会做牧场登记。牧场登记喊来了，兽医师证照、畜牧证照，我就让农民做好了，有冇？就当天啊做，很美了个。促进法地步，过一个下面讲较清楚的话，都知影了属鸡属鸭尾咯，属鸭尾咯有机田地步吼，你是来了解金宝罗来着，属了解鸡善当吼是从个来着有毛的，你嘛会讲一概放八本来着农民有个遵循。那目前我在有机方面已经从事了第3年的时间，那第3年的时间大概就是说遇到的状况就是说。那我们要所谓的生产履历，那还有一个要申请那个流水编号，要出货要流水编号。对。那我们在种植有机的部分，当归跟丹参特作的时候，那我们出货是3颗5颗再出，我们不像稻子一次的收割，我们在做流水编号上面是真的很繁琐。是。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农民啊，大概今天来的都很有学问。没有来的几乎有60%都不会使用电脑，所以在这个部分，在写这个流水编号跟这个叫农场登记的时候，工作日记的时候，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再来就是我们上到这个叫有机验证公司，我们要申请这个流水编号，它必须样样的去很细心的去审核，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本班大概有12个拿到有机验证的证照。目前为止没有1个人使用有机的标章，因为这个太繁琐了，然后还要再去写这些流水的编号。听到这个重点了，好，先谢谢阿发先生。2个问题我就集合起来强问，应该初衷啦。提供作物也还让政府会推广，因为吼，记到某种程度也不适用有机耶。对，记到农民提出来的问题，你怎么回应？那个如果说是在有机的田地里面，你养一些鸡鸭哈。没有超过500只的话，是不用受到畜牧法的规定。500只以下哈，你也不用去。500只啊，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哈这一块。那另外啊，就是说当归跟丹参，如果说以后用晒干的部分，那卫福部啊，现在目前是把你看成是用药的这个成分来规范的哈。那这一部分我想，所以农民不能卖。它还是可以卖，但是呢，它必须。不能够随便卖，因为它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药品了。那怎样不可以随便卖的情况之下，怎么卖？那它还是可以卖到那个中药店那一些去哈。那我现在是强调，就是说这一部分农委会还会在，我想这个是中央的部分了哈。农委会应该还会再跟卫福部这边来做一个协商。卖到什么地方去让他们有更宽的一个选择啦。是。那我们再多开放一点不同议题，我到时候一并请教我们分组长跟我们的王老师。我们种植葛一金是在对抗化学剂、化学的塑化剂跟起因剂哦。最天然的食品。最天然的食材，可是偏偏葛一金我们申请有机种植之后加工磨成粉又不能怪有机，但咖啡就可以，为什么？葛一金就不行，这个是我第一个问题。可是明明都是有机，但是延伸到加工末端就不行了，所以这很自然难行。我们咖啡其实让大家都知道，咖啡都是要一颗一颗采收，它不像稻米一次割完就好了，我们要一颗一颗采收，所以我们的人工、我们的成本是非常重的。那采收完之后也要用，每个人都需要用到很多的设备。那在设备补助的部分来讲的话，今年就遇到蛮多的问题。那我们希望是说，我们特作它不像稻米，不像很多的农作物，它的产量那么大。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做有机，能够朝着这种好的方式去做。可是有一些我们在做补助的申请，或者是说在做评比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不同的待遇。也就是说，大家都喜欢看产量，产量越高，我让你补助的更多。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咖啡的产量，我说实在的，我要写个1亿2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颗一颗的采，我有100颗咖啡，你要采多久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规模？所以有一些希望是说政府部门在做补助或者是在做一些规划的时候，把我们的特作的降低一些门槛，让我们能够得到该有的补助，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些器具，能够做更好的生产。我们先请分署长来回应。刚刚有讲到爱玉哈，或是一些特用作物的发展，其实政府农委会这边除了提供有机的生态奖励以外，针对各地区的这些发展的特用作物哈，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地区发展的重点作物哈，那有这个重点作物，如果是基期年的有一些补贴哈，那这个每个县市可以有40加5项，可以自选5项。那这个可以就一些当地要发展的，如果是符合基期的用地，这个是在对地绿色环境给付有的项目。那刚刚也有讲到加工哈，因为有机农产品为了确保它的安全性哈，所以不只是在原料是有机，在加工阶段也要求要经过有机验证，才能够标示有机产品贴有机标章。再来讲到一个验证程序的简化哈，那这个验证机构大家做有机一定都这个非常的有感。那程序不管是在它跟验证机构的管理跟简化，或是验证费用，因为有机的验证费用很高哈，那农委会现在也提供90%的补助。那我们花莲县政府补上1层就全部补助，所以等于在花莲这边从事有机耕作，验证费等于全免哦，都是由政府中央跟地方就合力来负担。那王教授你怎么看特用作物这件事情在有机上是适合发展的吗？然后还有我们台湾现在有机农业的这种促进情况来讲，你刚刚听到很多第一线的特用作物的农民他们提到那些问题是问题吗？是我们政府怎么样来帮他让他做得更上手？好，我想我们台湾当然适合发展特用作物因为我们台湾有高低不同的海拔，有很特殊不一样的气候环境哈。那就我所了解的，其实农友提到就是说，我要申请有机标章哈，然后要我记录每个标章的，因为它那个像钞票一样有流水号。那为什么要这样？其实全世界都透过这个标章来做有机农产品的从哪里生产去了哪里的管制。那另外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其实大家都忘了，我们在地有我们农业技术的土地公，然后因为我们农业试验改良场，其实台湾的农业试验技术单位这么长久都是很认真用心的来照顾我们的农民。那当然，尤其我们花莲区的农业改良场，他们在有机农业的技术的开发跟辅导，我可以说是非常用力所以花莲才会有这么杰出的有机农业的发展的成绩了哈。所以记得不要忘了他们，不要让他们太悠闲要忙，你有任何的问题绝对不要客气，他们一定有能力并且很热忱的会来帮你们。谢谢王教授。我现在马上有个问题就要来超验我们的这个农改场。你村民台会都是5年前也来到用力改过了力来讨论有机农产你地多该我们玉里种的火龙果或者是说红龙果，都了有力系做有机该东西做到阿蛮好，那个种出来安泰了又酱那个嘎丝又冻好。不过果类是5年了后，今天我们种这个红龙果就有机产销班的班长来到现场，他带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要来请教我们在场的官员。我们种火龙果做有机有10几年了啦，过去真的风光一时了。那时候真的在全国我们的火龙果都数一数二的。但是这几年来就是为了那个果蝠病跟那个炭疽病炭疽听起来好可怕就像病毒一样。让那个火龙果就像我们得了癌症一样，没有药可以医了。是。尤其我们做有机的，它那个资材有机资材有限，它的那个效果真的效果不能喷药，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火龙果已经有很多都已经没有办法生存了，把它除掉了。你的意思说它根本就不做有机了？对，不能但是说做那么多年了，又要把它放掉，真的很可惜啦。所以现在我们有想到一个，就万一真的不能的话，我们就可能会下去种那个爱玉了。对。但爱玉好像有别的问题。我说希望是说看能不能说，因为他那个炭疽病跟这个果蝠病已经有很多学者专家都来看过，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它解决掉。是。像这个问题不止我们这边全省应该很多地方都有这种
这种事情啦。好，是希望说大家那个有关单位看能不能说帮我们想个办法解决一下这样子。我种咖啡、小邮局还有洛神。哦，想起来你刚刚被蜜蜂叮的那一位啊。对。你的问题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做有机，而且像我们特用作物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现在像采收，我们请的人力都是一些阿嬷级的，过没有几年，他们那个阿嬷级那些都大概都不能做了，那几乎是后继无人啊。所以你要提的是缺工的问题。对，缺工问题。那想说未来有没有机会，就是说有一个配套措施？那你在台湾要推有机的话，我是强力建议政府，你可以把花莲县做一个这个有机推广区。所以说有很多的条例呢，你就可以独立起来，就不用一定要合乎中央因为中央它订定这个法规一定是不能一国两制嘛。你起码这个云嘉南或是北部也要能够那边的农民也能够就是说适应的法规。花莲县为这个推广有机特区，那特区的话有很多法规，它就可以来做一个实验性的我相信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啦。那我是对于销的方面有一些问题啦，就是在有机认证方面，那因为就我所知，目前台湾的认证机构有大概13家嘛，对，那也因此这样子在实务上会造成很多消费者有意愿支持有机农产品的消费者，那他会对这么多家，他会对公信力有产生一些质疑，对，那想请问说，会这样子就影响了他们的支持有机农产品的意愿。那想请问说，在政府单位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因应作为能够有所改善？你有听过你什么左邻右舍或同才朋友告诉你说，这么多的有机认证机构，反而我会没有信心？有啊，会，他们就是在超市看到一些有机产品的时候，他们可能知道 A、B、C 这3家，他们有听过的，可是另外还有10家他们是没听过的。他们就会眼花缭乱，也不认识你这样子。对，不知道，即使有一个旁边有一个政府的一个标章吧，可是它旁边另外的是其他民间的第三方的认证机构，对，可是它不是他们听过的，他们就会质疑，那就会不知道说到底这一家是不是 OK 的。做的有机好辛苦，真的，这个疫病的方式怎么样在技术上改良做解决？然后还有刚刚相信提出来的问题，我也先请你来做回应。那首先呢，针对这个红龙果这个它应该正确，我们都把它称为是筋溃疡病。好，它就是会产生那个坏区，所以说你看到后来之后它结痂以后就是一个那个坏区的那个形状。好，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有机里面呢，有一个那个制剂，好，我们有机可用的叫波尔多益。那经过很多的这个改良厂跟那个农事单位，他们有证实如果说你用适当的用波尔多益去防治的话，是可以将这个筋溃疡病呢，把它适量的把它降低。那当然这个是要搭配很多的一个管理措施，包括这个清远。那一般来讲的话，刚才我们很赞成王教授他所讲的应该要非常尊重这个有机栽培的，因为他真的非常辛苦。那所谓的清远，就是你要把这些得病的这些病虫害的这个枝条，你把它剪除了以后呢，你要把它移除到园区的外面去把它销毁掉。那另外一个在加工的部分，我再补充一下，加工部分呢，也顺便替我们这个现在在花莲改良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这个加工的打样中心。那什么叫打样中心呢？因为现在刚才提过，红龙果要加工，可能很多这个农友呢，他不晓得我到底要做成什么的品相、什么的产品。不要紧，你就可以到我们的打样中心里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我们有食品加工的这个研究同仁呢，他跟你来讨论，说你有哪些方向可以来做。比如说火龙果可以做成果干，自然的果干。那自然的果干做出来的话，那个就可以来做一个保存的一个延期的那个销售期，而且那个可以保持它的天然的这个色泽，跟它的风味的部分，好来做一个。所以说，那你进来我们改良厂这个打样中心，你做好了以后呢？这个样品你觉得符合你的这个可以在商品化了，是，那你可以再透过我们农粮署这边的分署长这边的辅导，它有一个区域加工中心的话，你再评估看看我们农会这边还有我们那个县议员这边大家地方上大家集合起来，我们要成立一个那个区域型的加工中心，把这些呢，我们这些有机的这些
非常好的那些产品呢，把它做加工，然后把那个扩销出去。好，我想大概简单的先回应这样，谢谢。非常感谢副早长，也感谢我们3位来宾哈。所以我像这样的村民大会这种公开透明的管道，多举办几次，所以农民提出来的问题才会找到政府的对应方哈。那当然包括这个有机标章的验证，怎么样让它更有公信力？还有刚刚我们这位农民大哥提到，是不是我们东部可以有一个区域性的特殊条例？当然，这未来都要继续再努力了哈。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讲到是说，台湾这个有机农业发展30年来，今天多亏了在场各位你们的坚持跟不懈哈，所以让我们的自然环境还有我们珍贵的资源才少掉那么多的破坏。你从会基本村民台会对多了解讨论，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安尼再会。